以時常路上有隻蚊，追腳車搞震，路上比賽幾隻蚊 Superman 搞震，你要打起精神，路上好多瘟神，搞震，人人最怕有隻蚊，追腳車搞震，路上揸車驚有蚊 Superman 搞震，你要揸車穩陣，若然撞瓜瘟神，多手未跟。哎呀，坐監6年，冇覺好瞓，認真啊冤枉，仲罰6000蚊，直情判到太過狠，冇晒咯，搞震，個個嬲到兼肉緊，判錯監倉暈，全民發火憎恨，為何判錯好人？聲聲憐憫。